全义大旨及其义要例，宣圣讲义，义之为书，传自上古。伏羲是始画八卦，初具规模，后知圣人，少数推演，志卦记备，列爻佚名。唐虞三代各有演习，分为连山归藏乾坤之意。文王重加纂序，弘以文章，辨其战例，则谓典则。周少之详陈论议，博采遗引，传谓至教，是经传之意也。上古无文字，制作文物均极简陋。伏羲览河图洛书而后置卦象，是则文字之所识也。虽当时类无文章，有如图画，实则象意之字，由之鸟观视之象形字也。字虽传于鸟观，画实创于伏羲，其象形之字，会意之文，多取意神至于历，非创自鸟观也。以记载无始，传说难详，故莫能尽考所自作耳。而易之卦象，则传之最久，故昭昭于人耳目，知谓伏羲之创至焉。其后圣人推其意，弘其用，以为制作之本，典型之由，故由众之。爱历代文物，莫不祖述于也。亦所作，既因图书，传天然，有非人为，其推演变化，皆天地自然之序，其运用本末，皆造化自在之责，故非人治之，乃人为明之耳。创者然，述之者然，少演变化者亦然。以其本末天道，终始运数，有定序，有极则，不得有所欲也。故义者，天道所自见，运数所由明，而备于天象得之者也。卦象之至，亦本数之以虚而其多少变异，莫非天地自然之物所合者也。卦序之至，虽可亦不，亦本于气运之往复静止，循环已成，莫非天地常变之道所服者也。卦之有本末内外，即生成消息之象，爻有时为变化，天地人鬼象，亦之有天地父母，万物万事之类，战之有吉凶祸福，因果感应之类，皆本于天地固有者也。卦序之有先后天之别，卦用之有主客用之，亦之有门户高月奇偶正反之名，战之有来去变异从为动静之名，亦皆天道人道固然者也。盖义者，圣人笃天地之序，测日月之度，明人物之情，达神鬼之德，而推其始终本末，生成变化之道，即夫人物事理所宜之类，民夫气数消长，时的迁移，以合于人生，利为人道，而民物迷者也。义之为道至矣，天之所受，神之所明，圣人从而演之以告人耳。虽天地未有之前，
尚在意中，况天地乎？虽天地难知之道，尚推之，人物乎？故义者其德显，其道为，其用明，其体不可，其大无外，其细无内，观其象，可尽其意，通其意，服于人。虽立人道以始终，而归于道；虽厌弃数于既往，而急于未来。是以历代圣人，莫不谆焉。论之以阐其经，讲之以达其神，分合之以穷其变化，争验之以明其气数，唯恐人之未能尽其义理。故向外详其辞，经外者其传，辅以图序，参以诗规，以教天下后世。其先决民之心，可见矣。于文周之仪，习之既久，促通其意，不敢复先圣垂教之意，更及其说以彼之书，授于耳。